嗨，大家好，我是看兵叔，今天是2026年1月22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這個房企現在也沒什麼好消息先是姚老闆被執行6.9億。天眼查天眼風險信息顯示，近日姚振華深圳市寶能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新增6條被執行人信息，執行標的合計6.9億餘元。也就是姚老闆现在是越陷越深了。姚老闆這個實名舉報蘇州那個常熟這個事情，不知道後面怎麼樣總之他自己已經是接近破產了。1月21日，富力地產發布公告，披露公司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相關情況。公告顯示，富力地產因未履行支付24.9萬元利息，加倍支付延遲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和執行費的義務，被臨汾市姚都區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你說這叫什麼事？富力地產當年對吧，跟融創孙老闆两人競爭這個萬達王老闆的那個叫什麼酒店嘛，那揮斥方遒大手一揮200億現在居然淪落到25萬的利息和這個本金他都付不起，25萬呢，可見這公司已經到什麼地步了這員工工資能付得起嗎？你名下的車賣一輛對不對？賣2輛湊25萬給人付了，就說明這個富力地產恐怕已經到了這個山窮水盡這也體現這個救市救了4年，這些房企怎麼一天比一天難呢？沒有見好轉的，對不對？以萬科為例吧，我們老要說萬科昨天那個展期勉強通過了，但是他月底他要付40%的這個本金那哪兒找錢去呢？他給第一筆付了後面的所有的到期的債券你都得付40%，你不付40%，人家不給你幹，人家就得对吧？申請破產。那我覺得其他的債權人不是公開債的債權人，也不是美元債的，其他的債權人，比如說供應商，你應付賬款你不給我告你，告完之後強制執行，對吧？你既然有40%錢給他們，為什麼不給我呢？对吧？你是对我有意見嗎？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債權人，你一定會這麼想是吧？我也不給你多要，那你也得給我結40%吧？誰不要過年呢？對吧？誰下面一大幫員工都是要等着發工資這個綠地地產被恢復執行12.7億元。這個綠地也是不行了這個還不算什麼最厲害的是，居然房地產企業現在開始欠稅這個汕頭的一家媒體報道說欠稅總額高達7.34億，汕頭多家房企欠稅被通報，涉宜華、海瑞、昆良、潤華、裕通等。近日，國家稅務總局汕頭市稅務局發布汕頭2025年第4季度欠稅200萬元以上企業單位納稅人和欠稅10萬元以上個體工商戶欠稅企業名單中涉及宜華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廣東宜華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廣東裕通地產、廣東景豐地產、汕頭市金豐房地產、汕頭市恆瑞置業、汕頭市俊城房地產。你看全是房企就是欠稅200萬以上，連稅都敢欠了，那不就是不想好了嗎？就是擺爛了已經擺爛，要錢沒有，要命一條，抓人吧，就這意思可見房企這個日子到什麼程度了？這還有兄弟相殘的這個哪個兄弟相殘呢？根據界面新聞報道說針對投資者關於公司告萬達的案件有何進展，對2025或2026年業績有何影響的提問，萬科1月22日在互動平台回應稱，此案件目前依法查封凍結了萬達集團股權資產，但能否法拍變現存在不確定性，本案對公司業績不會造成重大影響。怎麼理解呢？這個就是以前咱們也說過萬科把萬達給告了，好像將近20億吧。這個萬科的意思就是說即便這20億要回來，也對公司業績不會造成什麼影響。何況還要不回來，但是已經對這個萬達採取了查封措施，凍結。你看都姓萬對吧？都是兄弟這就是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管怎麼說那就是万科万達2個人一起沉下去誰也好不了。我们看看北京的楼市这個中指研究院的數據說2025年北京二手住宅成交17.4萬套，同比微降0.8%。年底二手房成交集中釋放，疊加放鬆限購政策帶動，12月市場迎來翹尾收工，成交17200套，創下全年第2高的成交量。
僅次於3月的小陽春的 1.9 萬套。這個北京的1、2、3月這個小陽春還是比較明顯的啊，也就是今年啊，也接下來啊這3個月恐怕北京新房二手房會就是感覺企穩，這是因為小陽春啊，說環比增長 19%， 但受2024年同期高基數影響，成交量同比下降 20%。價格方面呢，12月北京二手住宅價格環比下跌 1.56%， 同比下跌 7.45%， 年末價格仍承壓，也就是北京的楼市啊，通過中指研究院給出来这個數據啊，就不管怎麼說，它價格還是在往下走的，這個不用着急。但是成交量呢，怎麼說呢，還是比較活躍的。實際上就是北京的二手房只要超過15000套，那就是算是比較活躍。它12月份是17000套嘛，叫比較活躍，但是是以價換量，一定要記住了。很多在北京的朋友啊，躍躍欲試要買房，要知道一個大概的行情啊。就這樣啊，北京還要建保障房。你說說吧，這個1月22消息，北京保障房中心明確15.5期間目標，新籌集各類保障房不少於2萬套，到末期租賃型保障房運營規模突破18萬套，重點滿足輪候家庭、引進人才、新畢業生及城市公共服務人員住房需求。14.5期間成果扎實，截至2025年末，累計籌集保障房 2.85 萬套，運營7200餘間，公租房累計籌集 16.46 萬套，運營 14.68 萬套，是全市公租房最大持有主體。同時新增土地收储 97.72 公顷，通過多項試點切實保障新市民、青年人安居需求，持續完善租購并舉住房体系。你看啊，就是說15.5期間啊，要新增2万套，總計要達到18萬套。大家也知道，這就是相當於增加供給嘛，而且這是保障房，這價格便宜啊，那對北京的樓市影響是什麼？這就不用說了，對吧？你保障房搞得越多，那價格肯定是越往下走。你別管是保障房還是商品房，總之你供給增加了嘛。關於這個保障房啊，商品房，關於這個房價，我看這個房地產專家這個孟小蘇啊，他又有話要說啊。大家看視頻啊。在2023年房價垮塌之前，我趕快就提醒，我當時認為我有能力能夠把這種樓市下跌的趨勢阻住，但是我說了半天沒人聽，最終還是把中國經濟拖到了泥坑裡，讓全國人民共同遭受4年的苦難。在2023年的1月份，我就看得很清楚，2022年的房屋銷售額從18.2萬億一下子縮到了13.3萬億，一下跌那麼多，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啊！這個錢5萬億丟失掉的購買力跑哪去了？跑銀行存起來了。同時，銀行的存款、居民部門存款增加了15萬億。這就像一個醫生看病啊，他清清楚楚的看到啊，這個地方他多了一塊，那個地方少了一塊，他整個就不協調了。好在那時候房價還沒跌。房價體系還是堅挺的，房價反應當然比銷售額的反應要滯後。那怎麼辦呢？我趕快就提醒，我說只要新增儲蓄1/3回到樓市，再加上裝修等其他購買，中國經濟不就順利恢復了吗？同时说老百姓去年我增加存款增加多少？15万。那如果让15万亿的存款，其中有3批拿出来恢復他們這個房屋的購買和裝修啊和其他的購買，那中國經濟不就能夠其實當年還就是這麼點事兒。我到現在來看，這幾句話一句都沒錯。這條短視頻被人拋到網上之後4.9億次的點擊率，5萬多個評論有一半是不理解的。似乎有人認為，你作為一個專家，你越說老百姓沒錢，這才能夠爭取到政府開恩給老百姓發錢，他是這麼個想法。那時候你說老百姓有錢存着，他就罵你，誰說老百姓有錢？我沒錢。你說這個數據在那擺着，明明是有這筆錢，增加了15萬億的存款，總得有人存進去吧？我說的不是那些低收入百姓，我說的就是有錢人，誰存過去的，我就說的是誰。結果弄得你看網上這麼多人罵我批我。但是很多人提醒小心點。當時網暴者還去網上搜，說這人是不是還擔負着一些企業運營任務？這個他提醒要小心點這批人。我說我沒說錯，怕什麼呀？而且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不聽我的，整個形勢就垮塌下去了。
那就相当於我看到了這個大壩有潰口，我趕快向指揮部呼籲，趕快調500個麻包來大家把這麻包填在這個潰口上，這個大壩就不會崩塌啦。結果沒人聽我的，有人喊快跑吧這個不要去聽他的。結果本來守壩的人一鬨而散沒人堵這個窟窿，那大壩就不潰堤了嗎？結果2022年丟了那5萬億之後，2023年樓市銷售額丟了6.5萬億，2024年丟了8.5萬億，2025年丟了9.6萬億，連續這4年下來，樓市銷售額總共丟了大概30萬億，30萬億的直接購買力大壩就是這麼垮下來。大壩垮了之後，造成什麼後果了？水淹到老百姓家裡去了，家庭財產被冲了，冲了多少？房價下跌造成了家庭財產跌了40%180萬億的資產就這麼蒸發了，就沒了，被大水沖走了，全國人民都遭受了損失。結果事後還有人在說，我讓500個麻包趕快上大堤堵窟窿是不對的，還認為我這個吹哨人是錯的呢。這人得糊塗到什麼程度才能說出這種話來？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希望房價跌的時候了。你要知道，低收入群體在前一段房價下跌過程中受害最深，他们很多人都沒有工作了，很多人收入進一步下降。那有錢人他還能扛得住，低收入群體就扛不住了，我看着都挺難受。所以我一直主張要為低收入群體建設保障房，我從來沒有說讓低收入群體拿錢救樓市，從來沒有說讓低收入群體拿錢去購買商品房，我一直在呼籲要為他們提供保障房。好在前幾年上面已經聽到了我多年的呼籲，從2023年就連續出文件，把建設保障房加大保障型住房的建設和供給寫到了多次中央和國務院文件之中。關於保障房建設，我會一直呼籲，要一直呼籲到政策全面落地，讓普通家庭包括低收入群體能夠享受到住房保障。我的老祖宗孟子說過，自反而說，雖千萬人，吾往矣。說的就是我要反思說錯了沒有，沒有說錯的話，儘管你千萬人不同意，我還一往無前。說實話我經常刷到這個孟小叔講話，我總看很多人呢老是罵他，我覺得沒有必要你說他給誰代言，對吧？你說他拿了誰黑心錢，你說他炒房子，這些實際上就是說不管怎麼說，人家有表達自己欲望，就表達自己這個觀點的權利，对吧？說的不對你可以批評，你可以駁斥，但是老是罵他，对吧？老是說他是什麼黑心資本家代言，房地產公司代言，炒房失敗者等等沒有必要。我們還是我們要知道他，就是說你要知道他錯在哪兒，對吧？他這個理說的不對，就你乍一聽好像還挺有理，但實際上他不對，為什麼呢？我就舉例子吧，就是他說的這個抗洪搶險，那我有經驗呢。當然了，這個說有經驗，這個只是這麼一說就是咱也拿這個堵缺口為例這個你發現了這個長江大堤有缺口，對吧？洪水有可能把這兒冲垮，那你是堵還是說趕緊組織人跑？這個不能一概而論呢，對吧？這個道理我都懂就是說你得根據實際情況，如果整個大堤沒問題，只有這一個地方有缺口，就是說被洪水掏空了下面出現管湧，那可能就這一段有险情，一小段。那這個時候主要看什麼呢？是堵還是疏散群眾跑？是看你的這個生產力，看你的條件。在1959年出現險情，那只能是跑，組織大家趕緊跑，逃命要緊，所以往高處跑這個沒毛病。1959年就決過堤，就是長江。但是到了1998年就不行，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生產條件生產力都能跟上了，物資，对吧？調動物資的能力、人員都能跟上，而且如果那個時候你再跑的話，那麼那洪水下去它冲垮的人民群众的財產就多。59年其實你沒什麼財產，你就是那個莊稼地，然後那個房子都是那個泥巴房，沖掉就沖掉吧。大家明白什麼意思嗎？59年你像那農村的洩洪區你談不上什麼財產所以那人家一權衡利弊，對吧？兩害相權，
取其轻，那就决堤吧，让它冲。到了98年，对吧？这个时候人民群众的财产就多了，你再冲，这个损失就大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也有那个条件了，对不对？能调动更多的物资过来。好，到了2024年，这个长江大堤啊，有的地方也有险情，但这个险情呢，要搁在20年前，那恐怕它就是个事情，或者30年前啊，这很危险。但是现在根本就不危险，为什么呢？就是不是说水位低啊，水位其实很高啊。2024年应该长江这个洪峰啊，水位其實很高。這個水位如果擱在1998年或者1997年，它恐怕就破了。但是你24年它就破不了，為什麼呢？一個縣，對吧？它能1個小時之內，它就能調集上百台挖掘機，對吧？這個是幾百輛卡車裝石頭，對吧？多少艘船過來，這一個縣就有這麼大的能力，無論是物資的調動能力，還是這個，對吧？它這種技術生產力，你在這種條件下你就得保，你能保，完了之後，你現在這個人民群眾的房子蓋得也挺好，轎車也挺多，你衝下去財產損失更大，對吧？所以說啊，回到房地產也一樣，你是賭還是輸還是放，那也是根據實際情況，一味的賭也不一定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孟小松這個專家說的這就有問題了。也就是說啊，我們再回到2020年，假設我們穿越回去，那個孟專家你打算怎麼辦？是老百姓接着炒，那咱們接着離婚，接着去北京買房，搞購房資格，接着買，把房子炒到100萬一平，因為這個趨勢就是趨勢嘛。哎，你不搞3條紅線，對吧？你不限制，那大家接着炒啊。是，就是說孟專家你倒是說一說這個，假設其實給你一個機會，讓你穿越到2020年，恆大還沒爆雷，那你是讓恆大在 A 股上市是嗎？救他一命，還是讓那些戰略投資者你不准退出，對吧？不能跟恆大要錢，別讓恆大爆雷。實際上恆大爆雷之前，許老闆不是寫了一個萬言書嗎？在網上傳的到處是那個萬言書就準確的預言了爆雷之後的慘狀，跟現在一模一樣，對吧？大家可以再回頭讀一讀那個恆大發的那個求救信啊，都說對了。但是就是你專家你要給個方案，你說你現在回到2020年你想幹啥？你要採取什麼措施？你怎麼踩剎車？你說不踩，那就大家接着炒唄。那時候杭州還有這個深圳炒房之都，房價1年翻1倍，專家看不見，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就是所有的錢都在往房地產跑，其他的行業沒有錢，已經脫實向虛了，對吧？大家都把錢，如果你不買房的，你就去買什麼房地產的理財去了。不管你買什麼理財，那理財最後都是流到房地產，因為只有房地產是穩賺不賠，對吧？就是你理財的錢最終也是流到房地產，什麼信託發行的、私募發行的、中植、財富管理，最終都是流到房地產。你的銀行存款也是流到房地產，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這個時候讓你去叫拆彈，拆這個彈你怎麼拆？你說不讓炒，政府也不讓炒了啊。從2016年、17年就是房住不炒，天天大會小會、大文件小文件裡面都寫房住不炒。2017年還是18年？17年3條紅線，不給房地產企業融資了，抽血，就這樣都剎不住啊，對吧？像極了現在的胡適啊，所以我建議現在的那些專家忽悠胡適啊，漲到4000年、5000年的，你趕緊現在想一想，怎麼讓它別漲，怎麼讓它穩住，你別到時候政府被逼沒辦法啊，一出手那股市稀里嘩啦掉下來，你又跟那個孟專家一樣馬後炮。你現在就想辦法，你怎麼讓胡適能健康？就跟那個現在我們回到2020年，你怎麼樣讓房地產能健康，對吧？如果你把這個叫根本原因不抓住，這種制度體制的這種問題不解決，那咱們最終都是一哄而上，最後是一地雞毛，沒辦法，控制不了。這個市場瘋狂的什麼呢？瘋狂的都失靈了，對吧？深圳的房子20萬一平米還有人買，為什麼呢？這多貴不要緊，只要它漲。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意思啊？買漲不買跌，它就是100萬一平米還有人買，為什麼呢？它能漲啊，但是漲到150萬我就不怕，你管它多貴呢，反正過2年我再一賣，過5年再一賣。國家出了好多政策啊，限售，對吧？買了房5年之內不准賣，限貸，對吧？你就第一套房給你貸款，第二套房不給你貸款了，什麼政策都上了，才把它壓下來。結果一壓，對吧？就是一放就亂，一管就死，這不是特徵嗎？你一壓它就死，它熄火了。現在就這樣。現在可以說啊，現在的經濟的陣痛，房地產的低迷，是為10年前樓市啊高歌猛進、烈火噴油在買單，對吧？這麼說，我覺得大家能理解、能接受啊。你現在的經濟低迷，現在房地產不行，對吧？你怎麼整都整不活，你現在這叫買單，這叫付出代價，代價就是現在這個。然後這個孟小松他說老說保障房，我覺得孟小松可以做到啊，但是他這個是反人性的，保障房是反人性的，為什麼呢？就是你說商品房價格漲到10萬一平米，那個地價漲到多少？10萬一平米裡面7萬是給政府的，你說政府通過商品房他掙多少錢？一塊地蓋商品房，他就能給多少人發工資？他要能修多少地鐵？他要能搞多少面子工程？他能
又能搞多少政績，對吧？他又能讓下屬能多发点工資，大家都说他好，哎呀，这個領導好，對吧？這個市長來幹一任，我們的收入不錯，都念他好。好，你讓他把那個土地啊，那麼貴的土地，你讓他蓋保障房，保障房就意味着那土地不能賣啊，是政府的，對吧？得原價呀，因為你保障房，你如果是按商品房價格賣地的話，那你保障房怎麼可能便宜呢？所以說政府那個地，它本來能賣錢的，對吧？能賺幾十億上百億的，結果你不讓他賣，這不是反人性的嗎？那政府現在恨不得把那泥巴賣成黃金的價格，把那什麼低空經濟都賣到99年了。這專家他還是體制內的人。我個人認為啊，這個孟專家他主要沒做過地方的一把手，所以他不理解，对吧？他就是在房地產行業幹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組幹過，他沒當過地方父母官，他就不知道柴米油鹽醬醋茶呀，也叫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嘛。所以你想象一下，這個人家都已經把泥巴賣成金子的價格了，都已經他不是缺錢缺的，他能幹這事嗎？然後這個時候你說他手上一塊地，你說哎你不能賣啊，你得蓋保障房，你這不是反人性的嗎？對吧？至少在目前這種體制下你是做不到的。所以說為什麼各個地方保障房这都是口號喊得響，但是落實啊就那麼回事。這就是為什麼，對吧？這個專家建議收儲，把房子收儲，把土地收儲。地方政府也是口號喊得響，但是收得少。什麼以舊換新，對吧？房子以舊換新，想了這麼多招都沒用。這就是因為這個政策是反人性的。你讓政府把好不容易賣出去的地，對吧？這錢都已經花完了，你讓他把錢退出來，把地再拿回去，那你把你專家的退休金讓你退回來行不行？不是一個邏輯嗎？那有人說那怎麼辦呢？怎麼辦？現在是買單那就得買徹底，對吧？就得讓他房價，那無非就是讓他慢一點下落啊，出各種政策，別讓他摔得太快，慢一點下落，落到什麼程度呢？韭菜的收入也在下降，沒辦法，那就是看什麼時候這兩個就是房價下降和韭菜收入下降達到平衡，那他自然就停住了，對吧？韭菜就又開始買房了，因為他已經負擔得起了。那什麼時候能達到平衡，這誰也不知道啊。所以政府一切政策，我認為啊，我的理解就是叫以時間換空間，就是要延緩，不能讓它臉着地，對吧？不能讓它吧唧直接砸下來，那樣誰受不了？慢慢來。這個以前不有人舉個例子嗎？這個10萬的房價啊，10萬1平米跌到9萬，有人覺得便宜，好，他跑去接盤了，那個人賠了1萬，第一個人賠了1萬，他還能扛得住，對吧？這10萬到9萬，他不至於跳樓啊。哎，9萬接着這個人，結果一跌到8萬，這是第三個人覺得哎到底了啊，我來了，他8萬去接去了。那9萬到8萬的這個人又扛了1萬，哎，他也不至於跳樓。這個8萬的人一接，結果過1年又跌到7萬，就這個意思啊。從10萬跌到1萬，由7、8個人、8、9個人來分擔，哎，大家都不至於跳樓。如果是有一個人分擔，那就是他跌到5萬他就跳樓了，不就這意思嗎？所以他只要時間夠長，對吧？這個房價走得搖搖擺擺的，就不停的有人跳出來接盤，你認為抄到底了嗎？對吧？這回撿便宜了，結果一抄一個半山腰，一抄一個半山腰，最後實在抄不動了。實際上沒那麼深奧啊，也就是說啊，你這個房價水平跟當地的韭菜的收入能匹配上的時候，能平衡的時候，它自动就停住了。那你要問什麼時候，誰也不知道啊，因為这变量是2個變量，對不對？一個是房價下跌，房價，一個是收入，這是2個變量達到平衡。如果房價不跌，收入在跌，你說它永遠平衡不了，甚至房價還漲，收入跌，那你怎麼可能呢？如果房價不跌，但是收入在漲，這也有可能平衡，對吧？我覺得最理想的狀況就是最現實的狀況啊，最可能的狀況就是房價跌得快，收入跌得慢一點，也能達到平衡，或者是盡量保住收入別跌，那這個就難度比較大。如果收入不跌，房價再往下跌一跌，哎，說不定也能平衡，但這個比較難，對吧？所以我覺得比較現實的就是收入也在跌，房價也在跌，只不過房價跌得快一點，這樣能達到平衡。你看啊，有的地方政府一開始補貼了啊，這個湖南湘潭出台7條措施穩樓市，對購買144平方米及以下新建商品住房補貼8000元一套，144平方米以上房屋補貼16000元一套。就是1平米大概補貼100塊吧，就這麼個概念啊，或者100多。不管怎麼說，是政府真金白銀的補貼啊，這是好事啊，但是就是力度小了，對吧？也就是說，你政府補貼那個房價的10%，開發商再補貼10%，這不就20%嗎？對吧？也就是相當於市場價打8折，不行就打7折，再不行打6折，反正開發商是願意的啊。你讓開發商打點折，他願意，因為他能回籠資金，只要房子能賣掉，他就不至於暴雷，對吧？他就能扛過去。2025年12月，湘潭新建
線住房價格環比下跌 0.17%， 樣本平均價格是5210元每平米，實際上就是政府每平米補貼500塊，開發商補貼500，或者政府補貼1000，開發商也補貼1000，不信房子賣不掉，也就是力度再加大一點。最後我們再看条新聞啊，这個新聞也挺有意思，南方日報報道的啊，說深圳房產女戶主比男戶主多6萬，深圳女孩的買房實力藏不住了。2025年12月，深圳市統計局、深圳市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聯合發布2024年深圳市社會性別統計報告，系統呈現了深圳在人口特徵、婚姻及家庭狀況、文化教育、就業、社保、衛生與健康、參政議政等9大領域性別分布狀況。報告顯示啊，2024年深圳市常住人口1799萬人，其中男性991萬人，占全市人口的55%，女性808萬人，占全市人口的45%。深圳市戶籍人口724萬人，其中男性355萬人，占全市戶籍人口的49%，女性369萬人，占全市戶籍人口的51%。2024年，深圳市房產戶主人數159萬人，其中女性82.8萬人，房產戶主性別比92.29%，戶籍人口房產戶主性別比87.3%，多於男性。這說明什麼呢？實際上就說明啊，深圳的女性就是獨立女性更多，就只能這麼解釋啊。相比較其他城市而言，深圳的女性更獨立，女性戶主更多嘛，這個比較好理解啊。因為深圳是個新興城市，都是移民構成的，就是老深圳人、深圳本地人可以忽略不計，都是外地來的，不像北京、上海、廣州那都是老廣，對吧？老上海人、老北京人比較多，外來人也多啊。然後這些人這成分比較複雜，不像這個深圳都是去打拼的，全是打拼的，這反映了一個新城市、現代城市的一個面貌。能去深圳打拼的都是有學歷的，对吧？這就反映了啊，這個深圳的女性啊還是相對比較獨立。如果你很多男的結婚不想付彩禮，那你就去深圳吧。我相信深圳這個地方彩禮肯定比較淡化。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